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，老台语过来话大小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今仔，就是24节气的白露。古早人讲白露雨，寒露风，较胜过三界公，代表讲为白露开始，秋天已经到，雨水会变较高，土开水气嘛较会当落水。讲新闻，老台语，时间到，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，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连辉。今仔日是新历9月18，就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。讲到白露，你敢知影有一寡关系台语俗语，有适合食啥款物件，有啥物款禁忌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张图，咱来看卖，讲到这白露，平常时逐年白露拢是伫新历9月18到9月19，今年拄拄好，就是伫9月18这天。这时阵日头就是伫风岛顶面转到165度，即马这个时阵呢，天气会由这热天较热这天气，变作是秋天清清凉凉的这天气状况。讲到这个白露，为什么叫做白露咧？这个时阵早起甲暗时这温度变化较大，所以时阵到暗时的时阵，水汽就会变作是这露水，这就是这白露的由来。来看卖白露这款传统的风俗，第一个就是这收青露。讲到这收青露，就是甲这露水收起来，煮过了后淋落去，这个时阵就代表会当食饱字，会当当会收。第二来看卖，就是这食灵应，这时阵是灵应大出的时节，所以讲伫白露之间，若是食一粒灵应，这营养都甲这一只鸡是共款的，意思就是讲会当补身体，会当来开荤。好来看卖，甲这白露有关系，这台语俗语。第一个来看卖，就是这白露水较渡鬼，看到这渡，大家拢真紧张，毋过毋免烦恼。意思就是讲，这白露的时阵，天气产生一寡变化，这时阵人的免疫力嘛较歹，有可能就来感冒，有病毒来吹上门，所以这时阵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状况。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白露蓝，就是高日淡，意思就是讲白露若是落雨，所来天气状况就会变了淡落落。第三个就是来看卖白露布。有干果，意思就是讲白露的时阵较无适合来捕蝉，这时阵做田的人就会比较较辛苦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就是白露雨、寒露风，较胜过三界公。意思就是讲白露一定会落雨，这寒露的时阵一定会起风。这款的天气状况遮尔准，就比这三界公更较来准咯。另外看卖白露时阵，到底适合食啥物物件，佮有啥物款的禁忌？第一个就先来看卖这禁忌的部分，就是讲第一个，卖食这鱼啊、虾啊，佮有这海味，另外较冷的这物件嘛卖食，因为拄则讲过，即马白露天气变了冷叽叽，较无适合食这较冷的物件，会对身体产生负担。第二来看卖食遮尔咸，避免影响到这鱼，佮这皮肤，佮有无适合食遮尔饱，因为有可能会增加这肠啊佮胃的这负担。上尾一个就卖穿遮尔少，因为拄则讲过，天气变了较凉较冷，若是穿遮尔少，有可能会感冒。另外看卖到底适合食啥物款的物件咧？第一个就是适合食这补气的这物件，亲像是这梨啊、莲子、蜂蜜，佮这枸杞。另外嘛适合食一寡黄色这青菜水果，亲像是这金瓜，佮番麦等等。拄则讲过，无适合食遮尔饱，所以这个时阵爱食较消化的物件，买当食较营养咧。上尾一个就是较早困、较早起床，买当困中昼，这对咱的身体、对咱精神是比较有帮助的。无论如何，这白露的时阵，这天气状况变化较大，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